共心救台湾，乌歹情。天犹原遐尼清，花犹原遐尼水，是安怎我会感觉心肝头遐尼翕，强强要无法度喘气。会记得旧年 COVID-19 疫情伫全世界拄开始流行的时，逐个人拢真惊吓。咱台湾嘛随成立指挥中心，请陈时中部长带头处理所有甲疫情有关的事务。咱要无喙暗的时，陈部长宣布用上公平的方式，摕健保卡排队买，互咱逐个人拢有喙暗通挂，计数嘛真公道。迄个时阵，大家拢真配合。伫这一年外，咱台湾是少数甲疫情控制了真好的国家。最近病毒一直变种，本地讲病毒会惊热，想袂到煞伫5月天炭甲世界拢有。同恐怖的是，有人是因为甲确诊者上共一个便所就得着啊，连伫同一间餐厅食饭的幼婴仔嘛受到感染。大家抓准即摆嘛共款，真紧就会使控制住咧。想袂到竟然愈传愈严重，到今宣布全国3级警戒，学校停课，休闲娱乐场所总停，有的行业必须停止营业。有袂少人因为安尼全无法度上班，无收入。出门爱挂喙暗，禁止室内5个人以上的聚会，袂当伫餐厅内底食饭，去到店家拢爱登记，违反规定的爱食罚单。电视、电台和粪扫车嘛一直放送，叫大家尽量莫出门，减少人甲人的接触。安尼敢看袂出严重性？安尼敢还无够食力？谁怎阁有人共款要出门佚佗，共款要聚会？毋若安尼，阁有人放假消息要来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。咱是坐伫同一只船，若是无共心，船是要安怎驶会振动咧？疫情若是无改善，就毋知学生当时会使转去学校上课，嘛会愈来愈侪人无工课通做，生活会愈来愈无利便。我相信无人想要行到迄个地步。无毋对，若比起进前，咱最近的确诊人数是有较侪，毋过若是甲别个国家比起来，迄是若猫仔毛尔尔。看到遐个医护人员包甲目睭睭伫室外咧替人检验，遐个化学兵嘛包甲目睭睭，搁派消毒水伫日头骹四界消毒。包括电视内底的官员，为着逐日变动的数字，爱派偌大的压力。若换做是你有啥物感受？若换做是你的亲人，你敢袂毋甘？较忍耐咧。网络顶时行一句话，大家看好，台湾人单表演一摆，伫2礼拜内解除3级警戒。我一直相信，咱台湾人有即个实力，只要咱共心，配合政府的政策，我相信真紧咱就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台湾加油，大家加油！